中国人和老挝人是好朋友。我想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他们。非常好。你好，老师。你好。你今天怎么样？我今天很好。你呢？我也是。哦，你为什么学习中文？因为我对中国悠久的历史、文化和哲学很感兴趣。中国人和老挝人是好朋友。我想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他们。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你喜欢哪些中国人物？我钦佩孔子、诸葛亮、邓小平和习近平。你学习中文多久了？我学习中文3个月了。你的口音非常好听。谢谢老师，因为我有一位很好的老师，他来自北京，他叫郑毅。我知道了。中国老挝友谊万岁！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